Hello，大家好，阿晶又帶大家過嚟呢一邊旺府酒樓嚟定位啦。阿晶喺度誠意邀請大家喺今年嘅3月19號參加我嘅生日聚會，多謝你哋嘅支持。具體嘅時間、地址、餐費同埋聯絡方式會喺呢一條視頻嘅下低寫俾大家。阿靜喺呢度，多謝大家長期嘅支持，多謝你哋，希望到時可以見到你哋啊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晶，今年生日會是在3月19號正日，阿晶在這裡誠意邀請所有的好朋友們可以來參加我的生日聚會，地址是在尖沙咀的皇府酒樓，我們的老地方，歡迎大家。那麼如果有來香港遊玩的朋友，也非常歡迎你們可以來參加我們的一年一次的金生日會，謝謝你們的支持。隨浪隨風飄蕩，隨着一生裏的浪，你我在重疊那一剎，頃刻各在一方，緣分隨風飄蕩，緣盡此生也守望，你我在凝望那一剎，心中憂慮飄過，縱是告別也交錯真心意，默默承受際遇，某月某日也許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，無淚重遇那天存在永遠，他方的吻空更是遙遠，誰在黃金海岸，誰在烽煙彼岸，你我在回望那一剎，彼此慰問境況。隨浪隨風飄蕩，隨着一生裏的浪，你我在重疊那一剎，頃刻各在一方，緣分隨風飄蕩，緣盡此生也守望，你我在凝望那一剎，心中憂慮飄過，縱是告別也交錯真心意，默默承受際遇，某月